后来继续来看，民进党的蔡英文甲赖清德透早拢到高雄去拜拜，袂输是伫咧高雄拼场共款。两个人除了积极来邮票，嘛拢对六四天安门满30年发表看法。 行政院前议长赖清德一行一市场，妈妈阿婶拢经活过。啊，像翕相，赖清德拢无拒绝，典型亲和力，民众嘛大话动算。赖清德来到高雄的凤山乡书地拜拜，煞来搁到小港的二林市场，面对镜头，伊再次对六四事件30周年发表感想。30年后的今天，六四运动还是没有得到平反。在这个时候，如果在台湾纪念的话，我们第一个的就是台湾绝对不能够让六四事件发生在台湾，也就是说，我们一定要。 同一天，蔡总统嘛选择来到高雄的庙宇参拜，甲基层互动。总统府秘书长陈菊陪伫身边全力助选。回应民众的热情，蔡总统嘛表示，希望大家一定爱支持。这六次提醒我们，就是民主跟自由是非常珍贵的哦。我们在台湾可以享受自由的空间，呼吸自由的空气。 因两个人拢同时来到高雄拼场，就希望会当伫关键的初选得到胜利。